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到Lily 靚租推介時段啦。今日新收咗一間新裝修好嘅擎天3房租盤單位，想誠意同你哋推介。記住登入我嘅 YouTube 頻道 Lily Shum 沈浩利，撳訂閱 subscribe， 然後撳鐘仔，咁你就唔會錯過每一集精彩嘅內容啦。今次要同你哋推介呢個單位，佢係位於擎天半島嘅6座低層 G 室，實用面積757平方尺，佢係3房套嘅間隔，可以睇到開揚嘅海市遠景。唔講咁多，我哋一齊除鞋入嚟睇睇啦。